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连知。咱退出联合国48年了后，台湾受到美国邀请参加到美国总统川普伫联合国总会主持的保护宗教自由活动。由台湾制造头一架新式高顶喷射教练机，今仔日正式出厂，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举行挂牌典礼，号名叫做“永英”。英国海利王子为口罩去非洲访问10天，也真关心南非所面对的困境。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国际情势。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着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活动，也发表演说。咱台湾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施丽文也受到美国邀请出席。行政院甲外交部也表示讲，这是咱退出联合国已经经过48年了后，头一摆有正式的外交代表进入到联合国，是相当重要的外交突破，也代表着台湾的自由民主甲宗教自由，互世界看见。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dedicate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and religious sites and relics. 宣示保护宗教自由，会继续为宗教迫害的受害者发声，更加呼吁各国结束宗教迫害。美国总统川普伫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说，结果伫联合国提供的直播影片当中，会当看到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施丽文嘛出现，拄好和川普的查某囝白宫顾问伊凡卡做伙。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升温，大家都看得到之外，我们台湾所崇尚的自由民主，也让世界看得到。也因为我们在有关于宗教自由上面的这些成就所以获得美国的邀请。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国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外交部长吴钊燮指出，这对台湾来讲是真好的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阁讲，这是咱国退出联合国了后，头一届有台湾的正式外交代表入去联合国，而且是得到美国的邀请，变成重要的外交突破。对美国的动作，是不是有扭压台湾的政治意思？学者有虽然有解读。小小的突破，但是并不是说像是参加大家该有，而且这个议题可能大陆很敏感，他们也不好参加，那我们参加就比较容易了嘛。川普这个是一个操作的议题，基本盘基督教福音教派继续挺他，所以着力比较多一些啦。是很好的一个讯息。外交工作同仁的这个努力都是默默耕耘，不需要去特别去讲说我们的官员出现在联合国哪些会议上，因为去的话也是做观察员，或者说只是一个听众。有学者认为，唔免挑工放大解读，因为现阶段台湾只是例行参与，如果是想要扭压台湾，也是想要加重对中国的施压，会当直接安排咱做报告。但是以现阶段来讲，会当有正式的官方代表入联合国，当然是值得欢喜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发生的普悠玛事故，各界拢呼吁要重新启动调查。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在今仔日透早发表事故原因以及调查的报告，认为行政院的报告该补强运安会所落来会进行事故的模拟。当天事故现场有空拍机，有那个影片，这个影片在某一个单位，大概我们已经都联络好了，所以这个模拟的结果会跟空拍的资料做正确的比对。我们是往上去了解整个事故，会从 raw data， 我们不会由谁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就停留在那边。运安会表示，受到铁路局内部人员落命检举，认为敢若是超速铁轨路草纸拖出去，未变做这款事故、这款并且的情形。运安会也表示讲，这份报告会再向高层来调查，希望在1年内会当做一份完整的报告。由台湾制造头一架新式高顶喷射教练机，在今仔日正式出厂了。由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亲身举行着挂牌典礼，也将伊号名号做是“永英”。蔡英文也讲，一路行来遇到真侪困难，有抹黑打击，落尾也证明家己制造训练机是正确的。为了真有气势的音乐，向比作各机各组起手式的空军新式高级教练机，24号正式出场。
嘛是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亲身替高教机挂牌，改名号做永英，而且登记时早。记者朋友帮我们比个赞好吗？坐伫高教机顶头比战，蔡英文讲今日是空军的大日子，嘛是国内航太产业重要的路站比，肯定落实国防自主的理念。虽然这一路走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有很多的抹黑、打击，甚至于唱衰，但事实证明，当我们坚持是正确的，而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红白蓝色的永鹰是以国旗的色来做设计，外形是传式 IDF 建国号战机的架组力、高光角、气动性的特性。啊，不过规台飞行机的结构重新设计布局，强化到地面出行的稳定性。机身模式配合变悬，增加内燃油承载量，会使延长伫空中的时间，增加航程。就目前为止，55%的自制率是在所有的飞机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技术部分是自有的，像我们的各位看不见的那些飞控的软体啊，或者是我们的航电的软体，这些最重要核心部分的软体，我们都是100%自由掌握的。新式高教机永鹰按算2020年6月进行头一届飞行，未来有希望取代 AT3 高教机甲 F5部分机，和飞行训练流程对即卖3阶段3机种，简化做3阶段2机种。记者欧分良、吴家宝、陈昌伟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到立法院备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讲，金门无疫情，为啥送到台湾的肉跟卵要接受检查呢？批评苏贞昌是咧歧视金门。苏贞昌也呛讲，陈玉珍是未扑假扑，双人是一句来一句去。苏贞昌也强调讲，虽然金门目前是无禽流感，也因为甲中国较接近，袂使无定真。我特别跟你报告，因为金门离对岸比较近。对，金门因为离对岸近，所以什么都要被限制。哪位陈玉珍一就来即阵，就针对金门无疫情宪法规定，国内货爱自由流通，为怎样要送到台湾的鸡肉跟卵，爱接受检查。新闻官员佮批评苏贞昌支持一边一国，政策看袂起金门，引发苏贞昌不满，呛讲陈玉珍唔捌防疫。我可以理解阿公阿嬷要带蛋给孙子吃的心情，但我更理解阿公阿嬷绝对不愿意给孙子有得到禽流感疫情的危险。可是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啊，所以你的政策就没有与时俱进啊。你要不要我回答？请回答。好，您就是不懂得怎么防疫。什么叫我不懂怎么防疫？因为两个人拢是代代避险，苏贞昌甲这期陈玉珍的宪法是甲相乌的。苏贞昌佮倡议唔捌防疫，双方战来战去，不离国面对立委质询非洲地区的防疫工作。苏贞昌强调爱做甲无人碰。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个周边的国家都已经沦陷了。我们看到中国发生非洲猪瘟病毒，到现在周边9个国家相继沦陷，只有我们台湾到现在还守住，非常不简单。苏贞昌强调，非洲地区的防疫工作一定要严格执行，防疫嘛要新组织。虽然金门即马无禽流感，啊，不过甲中国较相反，袂当无阻挡，嘛希望民众会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总统大选，会使提名总统参选人的亲民党，敢有人派人要出来选呢？亲民党也表示讲，有甲王金平、郭文德的电话接触过。郭文德今日也表示讲，会等待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登来台湾，搁再见面讨论。应该有在约吧？不过他好像这一阵子出国。这个礼拜出国，什么时候？你觉得最晚什么时候要见面？等人家回来吗？市长，你有想要拿橘营的这张门票？再说吧。今日代表亲民党来参选的郭文德是一直拢无公破，另外民众党的立委参选名单也表示有甲郭台铭阵营保持联络，有请郭营提供建议名单。第三势力要安怎来结名，大家拢嘛静静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咧昨暗阁开直播来背花，讲有议员误解伊要来乌石油。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批评讲，韩国瑜是死蛇剪活做鳝鱼。韩国瑜透早也批评苏贞昌，只要是高雄的代志，就要改抹乌。感谢财政局。23号早正互议员质疑，讲要采石油煞无变预算。高雄市长韩国瑜当天暗时赶紧开直播澄清。这几个前提都讲完之后。才补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太平岛既然属于高雄，那么高雄财政非常困难。如果真的要开采石油，拜托，尽可能让高雄能分一杯羹。韩国瑜强调，当初时的政见内底并无明白写出要伫高雄的太平岛采石油，不过互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是目睭铁金金在讲白贼。韩国瑜24号早啊为此真生气，批评苏贞昌这是青梅。我现在感觉啊，他看高雄好像变成全盲了。为什么全盲了呢？他完全就忽略先骂再说。所有高雄市的事情，只要在行政院长、苏院长的嘴巴出来，是先骂、先批判。先抹黑。韩国瑜伫直播嘛讲，有专门伫某后伊的产业，以5300块地使伫网络买到一个专门用来攻击伊的账号，希望选民看清真相。但对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可能代表亲民党参选，韩国瑜受访的时无表示意见就离开。记者王家川、柯建准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专门伫咧做白烧器零件的大通科技公司，伫咧104年年底，因为经营有困难，就开始变贵变快啊！伪造大型半导体公司的订单，共诈骗，金额是要骗到23亿。检调在今年初发现讲，资金的流向有问题，5月开始搜索，伫这个月23用到违反证交法起诉相关的人员。伫咧代理的大通科技公司早就人去楼空，门口打着登记停业的广告。附近的民众指出，前一阵仔定定有债主来这要找人。最后一次是股东会议是端午节过后，然后他们就奇怪怎么都没有开什么的，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来问了，就是端午节过后一直连休就休到现在。制作含咧卖产值关键的大通科技负责人是谢明阳，但是自104年底，因为营运困难，就开始伪造国际大厂的合作契约，伪造国际大厂的汇款金流，制作不实的财报。105年虚利12亿，106年虚利22亿。另外，阁伪造往来银行真大笔的定存单5亿，伪造辅导上市合作契约，以及骗讲有国际大厂要入股，将业的上市的股票对每一股15块差关。甲今年上悬120块，姓林的股市大户投入去12亿，姓石的房地产大户投入去1200万，姓朱的证券分析师是投入7106万。台中检调依照违反证交法起诉姓家的负责人。也跟投资人这边呢，依照这样子一个活络的一个投资的外观，跟投资人在说，台通公司这边呢，已经在处于一个将要上市的阶段。而且呢，也在向投资人来表明呢，跟这些国际大厂之间有一个长期的继续性的一个合作关系。检方查出4档来姓家的负责人涉嫌伪造超过23亿台票，149个人和公司受骗。今年5月发动搜索了后，羁押到即阵，太太和查某囝是交保候传。目前已经查扣口座742万，7台名车和15笔房产以及土地，但是互伊骗的投资者损失恐惊无法度弥补。记者综合报道。永丰金控甲永丰银行对外强调讲，甲下面的子公司美国远东银行卖掉啊，也当初是负责卖的专案小组负责人张正元甲摩根斯坦利，因为介项违反着金融控股公司法甲银行法背信罪，拍算要甲因提告，也要求爱赔新台币20亿外。张正元也叫冤枉，讲当初时方针对是真成功的交易，如今煞变成是备案，根本就是永丰银行要报复的手段。永丰银行前总经理张正元公布永丰金3报案，迄当阵永丰金董事长何秀川毋但去予金管会解职，而且阁去予检调起诉。不离个永丰金甲永丰银行召开记者会，指控永丰金前总经理张正元，迄当阵担任出售主项美国远东银行专案负责人的时阵，那像是有暗砍实际资产价值，要求专案小组违反公司规范，使用私人的电子邮件来处理这个交易案，事尾嘛无通知公司，而且拒绝提供相关的档案记录。
用非公司的电子邮件信箱，那最后这些邮件根本在公司找不到。银行金甲银行银表示，自从2016年10月份开始，因为金管会有民众订正，还有金控会董事会要求，经过3年调查，伫今年6月份，因为官司摕到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提供邮件，一个检查了后，发现迄当阵的专案负责人银行银行前总经理张正元，无伫董事会当中来公布 FEMB 要甲$6928万美金的地缘所得税资产比例，还有比例摆小汇转价值，初步估计超市新台币21.5亿。因为安尼，对迄当阵银行委托的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无尽到顾问职责，还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21.5亿。未来卖看案情的发展，对张正元提起民事赔偿。除了邮件资料，公司还有找到很多的专家证人，那么还有我们相信更重要的一些直接的证物、直接的证人。针对银行金甲银行银的指控，张正元嘛发出5点声明反击，强调讲股权出售案是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财务资讯嘛充分公开，金控甲银行董事会对财务业务的状况嘛拢真熟悉，什么暗砍资讯的指控完全毋是真的，而且迄当阵互认为这是成功的交易案，即马变做是弊案，根本就是颠倒是非的指控，但是为了要对伊逼出金融弊案的报复。张敬元当时的身份是金控的财务长以及这个银行的总经理。那专案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财务背景的同仁，参与的同仁应该就是他直接可以监督指挥的同仁。银行强调讲，为了要保障公司甲股东的权益，会用涉嫌违反金控法、银行法等等，依法对张正元提起背信罪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烂船撞到好港路，不过若港口塌掉是无法度。伫咧桃园德维亚渔港，当地渔民认为讲港口一直互山塌掉咧，这2年来有5只渔船来并船，而且也有4个人来过往，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顶礼拜六，桃园德维渔港金梦发68号渔船出海掠鱼，伫登来路中，伫出入口航路向并船，造成船长甲渔港意外死亡。当地渔民认为，意外甲渔港出入的航路积沙有关系，希望相关单位爱重视。港外进来的时候，大概是7米到6米深，然后一到那边上来到最前的地方就1米多，然后再进来又是3、4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浪潮一碰到那个状况，它就会整个就会勾起来。台语所讲有这个河定厉害，那你浪打过来的时候，浪就起来，刚才船直接就落落去安尼。政府相关单位确实来把它检讨出这个缺失，如何去补救它。市府回应，德维渔港港区最近一摆轻度接待是伫今年2月完工，经过3摆测检拢有达到标准。那德维渔港满楼退楼是差真济，嘛提醒渔民出海掠鱼都爱注意安全。每2年有固定来办理这个渔港清渔一次。那在竹尾渔港的部分呢，那最近的一次清渔完成工作是今年的2月，评估看看，就是说这个缩短我们这个清渔的时间。渔民表示，这件渔船并船事件造成船长渔港死亡的意外，唔是第一届。同一个地点2年来有5只渔船并船，其中3只害死4个人。呼吁相关单位爱重视改善，莫阁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印尼的雨林最近拢伫咧发生大火，也即个乌烟散雾影响到附近的国家。上界严重的就是苏门答腊，最近这个天色阁泛红，专家也表示讲，这就是空气污染伤过严重，才会发生这款事故。天顶红旗旗于印尼森林火灾一直拖开，苏门答腊东部的占北省过去一礼拜霾害更加严重，若看无日头，更加天顶面色红色。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是空气中有大雾甲土粉的时阵，日头照到了后造成的现象。过去几礼拜霾害上严重的印尼6个省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况。苏门答腊到西部的辽内省23嘛宣布进入一礼拜紧急状况，会看情形搁再延长。Kita menetapkan keadaan darurat pencemaran udara di Provinsi Riau yang kita buat mulai hari ini sampai tanggal 30 September yang akan datang. Kita melihat perkembangan lagi, ya mudah-mudahan ada perubahan, hujan segera turun, nanti akan kita perbaiki. 辽内省市区空气污染指标 PSI 监测器会让看到数字已经有300，
2015年，这指标捌超过700。按那排海嘛真严重的婆罗洲、中加里曼丹的首府帕朗卡拉亚，这几天天气污染指标已经超过500。9月16到23，侦测到至少279件，会发生火灾所在，打破这几年来纪录。按那排海嘛对民众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环保团体上街头抗议。Penegakan hukum sejauh ini kita masih nilai lemah karena kita melihat dari tahun 2015 saja ada sekitar 7 perusahaan yang disegel oleh KLHK dan ada beberapa belasan perusahaan yang disegel oleh 县当局已经出动要挖3万的军警协助将火拍花，嘛宣布10方开发开垦樟树油的公司。不过环保团体也是对总统佐科威真不满，认为法规不够严格，政府嘛无认真伫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不过天气变化无速常、无稳定，定定造成农业、渔业严重的损失。气象局也在今年11月要来新增加低温预警灯号新制度，分做是黄色、橄榄色、红色3种灯号，要提醒民众来提早做准备。2016年霸王级的寒流扫过台湾，小天山4天气温低过10度，造成农业渔业损失惨重。为着要更加正确预警，气象局11月会发布低温灯号预警新制。现在的气候背景是在气候暖化情况之下，但是低温的天气仍然会出现，因此气象局预计11月起开始发布低温灯号，一整天的温度都只在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布红色灯号。气象局表示，低温灯号分做黄色、橄榄色和红色这3种。当天出现低占低温下探10度的，就是黄灯；规天上悬温度较无12度，低温6度以下，就是橄榄色的灯；规天温度拢低过6度的，就是红灯。全球暖化其实是比较容易带来比较高温的一个天气，那么低温的事件相对是比较少啊，只是说它的极端值，就低温会低到几度啊，目前在科学上面可能还有难处，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在7天内应该都可以研判。气象专家表示，全球气候暖化、温度升高，除了2016年之外，台湾出现霸王级寒流是属于较罕见的情形。不过，设置低温警示嘛是有伊的必要性。以即卖气象预测技术，会当预测到未来1礼拜可能出现的低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后天，伫英国真出名的旅行社 Thomas Cook Group 日前也宣布讲来破产，目前也阁有15万名是对英国出发的旅客，到今也未回来到英国。英国政府也打算要来协助收尾，协助这些旅客回来到英国，不过可能要开台票38亿外才法度处理。这只拄马耳他高飞航空公司来的 A380 客机降落伫土耳其西南部北外地中海达拉曼，准备要对当地撤离滞留的英国旅客。伫咧汤马斯库克旅行社集团宣布破产中证了后，参加这间公司旅行团由英国出发，所滞留伫旅游地点的英国旅客超15万人。英国政府遂召开下部会紧急会议，决定由民航局主导带好马德号行动的撤侨作业。马德号属于安尼必须山尾，因为爬山的困难度真悬来出名，嘛看出来这届撤侨作业的挑战有偌大。The CAA is launching a repatriation. This is the largest repatriation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e will be bringing home everybody back to the UK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ir return date. 经过英国民航局的规划，若是原本定伫2礼拜以内返来英国的旅客，都符合免费撤侨的资格。不过为着要让作业顺利，英国政府呼吁这寡留伫咧外口的英国旅客，唔免超工甲行程变短。到原本预定要返来日期，英国政府保证互因有返来回联机会当坐，而且这寡旅客嘛免需要搁付其他的钱。Nightmare, stressed. Not what we wanted really before going home. So, but what can you do? 包括这只高飞航空公司的班机，这届号名做马德号行动的撤侨作业，动员2只超级大的客机 A380，另外有美国亚特拉斯的波音747，还有其他中小型的飞联机，总共有7间航空公司10只飞联机来参加。英国政府顶一届开始这款的撤侨行动是伫咧2017年，迄当阵嘛是因为军用航空破产，英国政府动员要38只飞联机进行撤侨，迄当阵开的钱超是5000万到6000万英镑，这届动员的预算是要到2倍，预计要开1亿英镑，差不多是新台票超过38亿5000万。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向加拿大要求要引渡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副董事长兼财务长明远洲，在加拿大时间23开始举行连续8天的法庭聆讯。明远洲对大的所在坐车到法院出庭聆讯，卡顶也是挂有电子卡扣。明远洲在去年12月初1。对香港要往墨西哥的半路，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阵，互掠起来。美国在今年1月底对华为甲明远洲有23项的指控，包括着银行甲电信诈欺、妨碍司法以及偷摕别人商业秘密等罪行。南韩伫咧33年前有一件花城连续杀人案，连续5年有9名的女性互插打了后互杀死。落尾有一名受害者受活落来，当时军方甲警方出动200多万人，针对着2万人来做调查，也是无抓到凶手。不过在顶礼拜有上新的进展，咱也做回来了解。查某人暗时啊，行伫咧路边，结果去互逮，然后被绑票，去互性侵杀害，拼伫咧荒郊野外。警方以各种传统的方式办案，也是无法度逼出口径，找出凶手。随着类似的案件一件搁一件发生，这件连环杀人案也互整个南韩社会未者未困定。南韩导演奉浩俊伫咧2003年杀出的电影《杀人回忆》，就是根据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件——花城连环杀人案。这件伫咧1986年到1991年期间发生伫咧首尔南方花城附近庄仔头性侵杀人的案件，总共10个女性受害，因的年岁为13岁到71岁拢有，只有1个人逃过死劫，因拢去互凶手凌迟，凶手垃圾的手段实在有影无天良。警方迄当时动员200万军警，调查超过2万个科技人士，比对4万外个指纹，不过拢无找到。今年7月份，搁再将相关物证进行 DNA 比对，案情总算有重大发现。 먼저 오랜 기간 동안 사건을 해결하지 못해 당시 사건의 피해자와 유족분들께 심심한 애도의 말씀을 드리며 국민 여러분께도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警方表示，这个去互锁定是嫌犯的 DNA， 甲花城连环杀人案内底第5、第7、甲第9件受害者女性的 DNA 物证大号符合。即阵已经甲其他案件的物证交互研究单位来分析，即阵就等结果出来。南韩媒体透露，这个今年56岁姓李的嫌犯是伫咧1994年性侵伊的小姨仔，然后甲伊杀死，伊去互判无期徒刑。即阵人伫咧釜山监狱服刑。虽然这件南韩史上上届判心毒刑的杀人案对诉期伫咧2006年的时就已经过啊，不过南韩警方也是尽全力进行后续的调查，希望真正有真相大白的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食的水真重要。不过，倒一个县市水道水的品质是上界歹的。环保团体整理自来水公司2018年到2019年7月数据，发现高雄的水质是上界歹的。彰化、云林、嘉义、屏东的水质也无讲介好。环保团体也质疑讲，这甲地下水是伫咧粪扫大坑场、甲空气污染、工厂污染有严重关系。 沉到去巴肚的自来水，倒一个县市上无法度安心啊啉。款团整理自来水公司2018年到2019年7月的数据，高雄市无处理过的原水和处理过的清水，拢是评比结果上歹的地区。亲像水质较好的台北市，平均原水的总硬度每1公升有74毫克，但是高雄市平均达到246.75到8毫克。高雄的柯淡更加是298.5毫克，旗山263毫克。 考坛这边有很多那个货柜槽车里面装很多有机溶剂，然后都在这边洗了废水就直接排，所以这些废水就流到湿地，所以就是间接这个污染到地下水。 款团指出，高雄市的自来水质吊车尾，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嘛拢无好。对彰化新港取样自来水实测导电度的数值达到921，比灌溉池外的水所规定的750搁较悬。环保团体讲，导电度愈悬，代表金属离子的浓度愈悬。但是无奈的是，政府对自来水的导电度无制定标准。怎么一个小小的台湾，50年了？
我们永远都要做这种2等、3等，不知道第几等的国民。包括我们的前县长魏明谷，已经去当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了，他也不理不睬。目前取用的部分是符合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除了水公司回应，饮用水拢有下标准值。环保署是回应讲，去年有发函予地方政府督促因爱划自来水保护区，不过环团质疑，目前也是看无成效。中南部真侪居民阁唔敢啉自来水，要求政府应该爱全面检讨管理策略。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花莲拢无焚化炉，本所拢爱送到宜兰的日直间焚化厂来烧。最近当着焚化炉年度修理，我都倒消化。地属花莲吉安乡本所转运站的本所，爱送到云林的本所大坑场去台，结果也引起在地民众不满。这是花莲吉安乡的本所转运场，无法度送去宜兰日直焚化厂的本所已经囤超过4000度，就那像一座山同款，乌开阁有早起走出来，真重的臭味，互附近的民众是嗨惨，干来当向环保署来讨救兵。其实原本这个转运平台，其实原本的作用是运当天的垃圾量转运出去。那实际上，其实我们厂区内能够容许的量，其实像现在达到4000多，其实已经很紧绷了。花莲的本所主要拢是送去宜兰日直焚化厂来烧，不过拄好拄到年度修理，所以真侪乡镇市阁出现本所的问题。目前上严重的就是吉安乡，落尾伫咧环保署的同意之下，先送2000吨去凤林本所坑台场。这个收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违反我们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所定定的年度收受量，所以基本上这2000吨呢是还在年度的收受量范围内。我们一年的收受量可以收受到1万多吨。不过部分凤林的民众却无愿意接受，认为大家应该处理家己的本所。对这个代志，花莲县环保局是呼吁大家去忍耐一下。甲台里合作的阿摩头有效本所案已经正在进行。水泥窑呢，双方在 BBO 案的申请呢都已完成，那要等台泥呢他们完成建制呢，这个期程可能还要3年。根据环保局的资料，花莲县13个乡镇，逐工拢有135吨的本所要送去宜兰日直来烧。不过日直厂逐工干会当处理80吨的本所，所以花莲全县已经囤超过15000吨的本所。若是阁无法度处理，本所会变做花莲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开车的人爱注意咯，若准备落街无注意，有可能就会收到罚单。伫咧台中市警察局统计，今年到8月为止，台中市测速翕相前3名，就有2个是伫咧较长的路街翕到的。第1名是咧国道3号沙鹿交流道接中清路这段一支，请大家爱注意哦。台中测速翕相机翕到上侪超速的前3名路段伫倒位？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指出，今年1月到8月冠军是国道3号沙鹿交流道接沙鹿区中清路7段的一支，总共翕到超过11904件，办国库探买1500万。排名第2的是伫西屯区台湾大道4段，第3名是中中快速道路4.8公里处。前2名大概平均都造出了1万多张。那第3名的部分大概有5000多张，像中清路跟台湾大道的部分都是属于长下坡的路段，那驾驶人往往不自觉就会有超速的行为，那也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故，所以有建制的必要。交通大队表示，这2名这半年所翕的超速拢超过1万外张，这2位拢是连续路街，驾驶若是无细致，就真有可能会超速。提醒用路人爱注意安全。我们测速照相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驾驶人，那我们目的是为了要提醒驾驶人能切勿超速，那以免发生事故。交通局这几年台中市测速翕相前3名变化无大，若是赛车经过这个路段，会记得爱放慢速度，保障用路的安全，嘛守护家己的前地啊。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教练会8月底公布大学学习历程项目内容草案，有教育团体伫咧透早也召开记者会，讲有的学校是无法度落实多元选修，也真侪大学是采用社团经验，无就是竞赛表现，恐惊互这学生囡仔会愈来愈无用。
108课纲实施，高中节以班级数1.2到1.5的比例开设多元选修。高教明转达一位民生高中家长的讲法，学校是开真济课，囡仔也是选无到想要上的课。比如说他的孩子呢，想要读这个财经学群啊，好，但是财经学群的课呢只有一门，一学期呢只收20个学生。多元选修无多元，国教民甲全国家长会长联名按照教联会8月底公布的草案分析，全部校系组拢看自主学习计划甲成果，3社4是看社团，3社1看比赛，2社3是看检定甲进教，真有可能变做另外一款军备比赛。为着自主学习计划，高中节咧进行历史上上大建立档案的工程。从高一开始就要开始建档。有关于自传、学习计划、出缺勤记录、文件管理、个人课程咨询记录、团体课程咨询记录、修课成绩。学生未来他其实有6个学期的时间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选课嘛。那现在是第1个学期，所以这些问题，我想，这个教育部呢也着手在规划。教育团体认为，多元选修甲自主学习无应该放入去学习历程核心资料。教联会是表示，学习历程资料是咧看学校表现，大学公布的是选人才方向，上尾也是看综合表现，毋是大科比，嘛毋是军备比赛。记者林小伟、新志明台北报道。全部由台湾人家己研发的自动驾驶小型巴士，日时在车测中心展放看路。不过，唔那是靠着卫星定位，而且安全，坐起来阁真稳。打算在今年底会甲中华县政府来协作鹿港的观光运输。这台小只巴士豆豆叮当拄鹿港的台湾玻璃馆，准备要去车测中心。不过这台巴士真特别，车顶无驾驶，嘛无限速率。伊是第一台完全由台湾人研发的自动驾驶小巴士，所以来拄鹿港开始来做这个观光的接送。在当地来跑的话，最好的话当然是跟观光工厂来结合。所以这次今天有3个观光工厂能够来结合，我想这样比较让民众有感。车测中心敢若用1年多的时间来研发，而是总算第一届互媒体来体验试坐。毋但会当模拟头前若是有人向走入个车道，自动巴士阁会当顺利动困。若是拄到头前的车减速，巴士嘛会对咧减速。停红灯也是生活根本就毋是问题，会当做甲遮尔安全，全部拢是靠车顶加一个3D 甲2D 的感应雷达，还佫有真准的卫星定位，所以判断的准确度达到95%以上。左边会看到有车被框到。有一个橘色的，它上面有写个 car。你看到行人走过来了，它上面已经框选到这个行人，所以这个是透过影像，它会知道那个障碍物的类型。彰化县的观光人潮大概1年有1000万人。那在这个彰滨工业区又是很特殊，它是呢唯一可能呢这个观光 bus 要比卡车还要多的地方哈。那它的观光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啊，那我相信未来对于整体彰化的这个鹿港的一个这个观光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注意哦。车测中心甲中华县政府签合作意向书，自动巴士预计伫今年第4季开始，正式开始伫中滨鹿港工业区3个观光工场之间的接送。另外，上远嘛会当到鹿港天后宫。车测中心认为，这款的合作唔但会当提悬鹿港的观光，嘛会当收集更较侪数据，通好互自动巴士的技术修正。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为着要淘汰离行程的奥多拜，有提供补助金加奖励金。不过在今年年底就到期啊，为着要加强换掉的速度，加减少空气污染，环保署明年要新的换车补助，特别针对着1期到4期的旧奥多拜，或者是7期的奥多拜，或者是电动车，就当得到补助，而且各台上悬会当补助5000块。要减少空气污染，环保署补助民众换离行电机车，照保费到500块补助，期限到今年底为止。目前已经换掉83万换台离行电机车，还有70万台还未换。按明年开始，环保署会改用太旧换新的补助方式，希望扩大老车换新，达成空污减量目标。因为7期的车也会上来，我们就包括电动
或者是购买新的7期的车，我们都一律来做补助。环保署表示，明年开始会进行太古换新补助措施，包括排放标准1到4级机车，也就是13年以上的老车，则换下7级标准的机车或者是电动车，拢有补助。轻型机车每一台补助3000块，重型机车每一台补助5000块，估计有800万的车主受惠。车子的环保性能其实表现会差异很大，然后到底这样的补贴转换之后，真的能够改善多少比例的这个空气品质？那我们也是打一个问号啦。环保署强调，下阶段的补助计划，109年度所需经费差不多4.75亿，110年度差不多4.59亿，2年投入经费10亿。对来减少老车产生空气污染，未当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按算10月底，对当有个实施细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老大人也是真济，也因为这的老大人拢需要辅具，亲像是轮椅、拐杖等等。毋过，敢若德业甲铺子有辅具中心，也因为交通无方便，民众真歹受到指引。嘉义县政府也向卫福部申请经费，希望会当增加7个据点。为着要申请辅具的补助，有需要的民众拢爱先评估过。伫嘉义县德业湾桥病院的辅具中心，逐工拢会有人来问辅具的服务。但是其他乡镇的民众要来这个所在，头一步就要先解决交通的问题。我住民雄，然后我就是7天就破掉，然后重新来这边做评估。大概从民雄到这边大概差不多20分钟。对。因为这边主要是服务山区的民众，像临近我们这边可能包含民雄、中埔。那如果是阿里山跟大埔的话，他们相对下来这边的话，会较与海鲜近一点点。嘉义县有18个乡镇，而且嘛是老人人口比例较悬的城市。根据社会局统计，规个县有领残障手册的民众差不多有38000人，有需要长照适龄辅具的嘛有2万多人。但是县府即马敢若有2位辅具中心，未来会加7个据点。民雄、水上、中埔还有新港，其实这个在我们嘉义县的老人口还有身心障碍的一个人口，其实是比较多的。7个据点，然后再加上原有的一个辅具中心，还有铺子一个据点，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嘉义县的一个长辈跟身心障碍，他可以及时性取得一个辅具的一个需求。社会局表示，新的7个辅具据点，目前若要去，爱先约时间，会提供民众申请辅具，甲修理招来辅具的服务。未来嘛照当地需求调整服务的时间，希望会当协助有即寡需求的民众也是家庭，提供适合因的辅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高树的新丰村大丁进水口，也因为造田种作的水拢是对遮来，毋过但年热天的时阵，则拢会放弃塌掉咧，边仔水路也做伙害基。屏东农田水利会也希望伫咧溪坡下面做一个地下走廊，要互遮的水减山遐尼济。农委会也已经同意补助700万来进行工程规划，那准来通过一档就当完成啊。雨水带真侪沙土，只要落过大雨，这流经过屏东高树乡路口溪溪水，就会规个涨起来，变甲落，也阁不时甲屏东大丁进水口的储水浓度冲歹去，造成旧寮圳以下差不多2470公顷的农田无水通好引产。雨水取到那个土堤哈，整个冲毁，便造成说我们每次冲毁之后，我们每次都要拦起，暴雨退完之后，马上立即找厂商进来把水拦起来，不然整个高速地区灌区有2470公顷，它会整个都没有水。屏东新丰村大丁进水口，自本是起要来引水后，高树乡全部的田地通好灌溉。不过这几年却因为短时间内就落真大的雨，特殊进水口储水的浓度常常去互溪水冲歹去，所以水利会这阵计划伫咧河床下骹起一个地下廊道，把水引落地下道，直接把水送到进水口，较免沙土积伫咧河道，也会使稳定供水，也有水质。历史的一个历程哈，把这个水渗透到底下去。那底下我们做了那个地下水廊道，把这一个水引到地下，利用我们地下廊道的进入，输送到我们的进水口，这样子的话，
会增加这个水量。屏东农田水利会指出，农委会即阵已经同意补助700万块来进行地下农道的工程，准讲整个规划案会使顺利通过，明年就会使开始施工。工程估计1年就会使完工，到时阵屏东高树乡就免搁再烦恼无水通好饮产，而且水质也有水量就会使稳定啊。记者综合报道。只要是野生动物，拢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袂使乱掠，也袂使乱抬。南投林管处最近发现讲，伫咧森林哪内有一个台湾米狗，互大型的蓝仔掠掉的，通报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云林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讲，若准是农作物互米狗来损害，会通申请成人啊；若是无申请，就来家己了，会罚款5万到25万。波西利走入咧陷阱台湾高山啊，伫咧城高山的人啊内面跳来跳去。顶礼拜五，南投林管处森林护管员伫咧哪内乡的林班地，发现有民众利用大型城高山的人啊来干猎，随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台湾猕猴虽然是在今年初由保育类降为一般类，可是只要是野生动物，就一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不得任意宰杀。后来搜证，发现有2个来巡视真可疑的人，但是因甲警方讲，只是来饲高山仔，就先将高山仔伫现场野放。对这点，农业处表示，若是当面的农作物有互高山仔损害到，会当事先申请成高山仔的人啊。但是若是家己事先无通报，就会互人罚。都严重，咱就为了用蓝啊，你甲当啊，爱用食真久才会入味，嘛无嘛当袂着。想要来诱捕危害你农作物的猕猴的话，你自己去弄诱捕笼 ，OK， 但是要经过事先申报。那诱捕之后，猴子进去诱捕笼里面之后，我们希望马上通报我们农业处的人员。云林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县政府农业处有提供城高山仔的人啊，互农民会当租用。但是如果农民家己私底下设人啊掠高山仔，违法会当处代票5万以上25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伫台湾有袂少运动鞋的大工厂，做鞋啊出来了，甲一寡再生的原料。伫台湾也用到产学合作的方式制造公益鞋。最近逢甲大学也甲厂商来合作，将这鞋啊送到南投的清流部落，要来做爱心。亲像下南投清流部落的老大人和囡仔做伙唱歌跳舞，体验这双新鞋啊穿起来感觉。环保很重要，开心很高兴啊，很好，很好，这个穿起来很舒服。要来我们老人文件站啦，去外面。屋里都可以穿。这双鞋啊，和一般鞋啊无同，材料有95%，拢是为运动鞋知名的品牌制造生产了后，剩的布料、树林料，也有回收的树林所做的。厂商和逢甲大学技术合作，制作生产公益鞋，唔但强调品质无输名牌鞋，营收百回归后偏向部落。这双鞋是这个100%made in Taiwan， 我们的布料就是最好的布料。那这个鞋底还有鞋的中叉都是100%再生的橡胶，所以整双鞋超过95%是循环经济，这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很重要啊，支持啊，环保就是利用那个回收，然后来再去制作那个鞋子。公益鞋会当讲是循环经济上好的表现，又搁和社会公益做连结。逢甲大学表示，除了送鞋到清流部落，还和部落共同合作推动友善农法。部落穿着这样轻便的鞋子，会走得更远更长。这边70项的关系计划，甲环保和社会回归迎接的部落，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后续学校和部落合作，穿上好的鞋，行更较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才25岁黄宣如，自细汉就对着伊老爸学人师，拍破查囡仔袂当压西头的传统。目前伊也将老爸的人师团接落来，在1月份也打算代替爸爸去中国参加着国际传统武术的比赛，要互世界看见台湾。落
歌声响起，小玲飞天撞地，对灵珠变化出各种无同的灵阵。在咧边仔用锣声带领西阵的是婚林报家灵西武艺团的总监黄宣如。黄宣如今年才25岁，不过自细汉就对爸爸学人西，即阵也搁被邀请去到国外教人人西的撇步。台湾的侨委会遴选，然后还派我们过去当教师这样，然后有在菲律宾待21天。可以看到各国的像大陆的武术，这样跟我们的不同。一段路去到国外，甲人分享交流。武艺团一出版就超过10人，不过补助的经费有限，团员阁需要再想办法。去那边的住宿要自己，那如果6天算5天住，至少也要4到6万这样子，因为我们本身还要自己负担机票，经费目前是有一点问题在。阮公所方面有咧想办法啦希望咱各界这先进来得会使你来共襄永续盛举。黄宣如拍破只有查甫会使骑西头的传统，佮要继续对伊爸爸学功夫、教武艺团的精神传到国外。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慢慢猪脚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不过，这条专门伫咧卖猪脚的鸡仔，日前是铺暗门图，若准是落雨，车就会变做晒过去了，车会人真滚。也顶个月时阵，公所也重新铺点仔架，伫咧9月28时阵，要来举办办公椅仔倒退路的比赛，就乡亲做伙来见证。民众拼世界办公椅啊，路倒退，这是慢慢乡公所专工举办的比赛，招乡亲做伙来体验鸡啊换铺店啊的成果。由于我们这个猪脚街这个道路这是上个月底才完成铺设我们整个重新整修焕然一新希望带给大家更美的市容。慢慢猪脚过的路，进前是用concrete里做，那路袂平，变那好来，各会骨对乡亲来讲是真危险。顶个日乡公所换铺店啊架，方便乡亲出入，保护安全。因为这条路是刚新铺好的，所以撸起来，即便那个椅子不是用特殊的椅子，就一般的办公室的椅子，可是还是很滑顺的感觉。为了验收这摆铺路的成果，乡公所专工到9月28甲路早起来举办趣味比赛，互办公椅仔到车路倒退路，也互乡亲有一条安全路通行，也替后月日的慢慢猪脚节传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英国 Henry 王子带着伊的家后，甲拄出世的后生，全家在今仔日去到南非进行10天的访问行程，也受到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非洲囡仔用歌声热烈欢迎，哈利王子传某梅根甲后生阿七，规家伙仔第一摆斗阵正式访问非洲。这场官方邀请的慈善活动，虽阿七无公开出现，不过阿宝两个人到岛拢是焦点。Our first visit as a family, with my wife by my side,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acing millions of South African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hope that we feel so strongly here. 捌伫非洲各地旅游，嘛伫赖索托待一年的哈利王子对非洲有特别的感情，尤其对当地有一寡人来讲，有非洲血统的梅根，和这摆访问更加欢喜。It is such a privilege to meet all of you today, and to start our visit. My first time in South Africa, here in Nyanga. We have just spent some time seeing all the incredible work. 比起非洲民众日前部分环保人士可能唔是安尼想，因为正前捌讲过环保爱地球哈利阿宝，正前捌在港内坐4摆私人飞行机，佮带车花别种向批评。这摆因特别选择一般民航机的头顶舱。伫阿宝斗阵结束访问了后，哈利王子买一个人去波扎那、马拉维佮安哥拉。记者综合报道。Apple 的新手机iPhone 11，顶礼拜5开始卖为着要伫中国的市场拼出头 ，iPhone 11基本款的价格竟然无到大票3万块。
苹果伫咧顶礼拜五杀出新的机啊 iPhone 11，虽然伫咧中国的网络有先开始卖，迄当时传出销量袂歹，不过伫咧正式开卖迄一天，伫咧上海门市的外口，并无出现排队的人潮。这甲前几年排甲落长的情况是袂比值。啊，即阵智慧型手机啊已经无啥物市场啊，佮加上 iPhone 伫咧即几年因为技术无啥物提升，特殊销售量一直下降。啊，为着啥人摕来买，一向伫咧中国价销量较悬的 iPhone， 即届塔价销的幅度是减少袂少。基本款的 iPhone 11定价5499人民币，差不多台币27000块。有电商更加杀出现金补贴等等的优待措施。就是说，产品首发上，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机型实施500到1000左右的现金补贴。iPhone 11伫咧中国落价是互袂少苹果迷有换机仔的想法，不过也是有消费者当伫咧丢毒也袂出手。我感觉这一系列都太重了。然后并且也没有5G，我打算等5G 出来了之后再对比。伫咧苹果杀出新机仔前一天，华为是先杀出5G 新的旗舰机 Mate 30系列，配着电影机4个镜头，也佫有超高速的摄影功能，会使慢动作掠到正幼路的画面，亲像鸟啊、会色啊等等。分析家就认为，苹果伫咧技术方面已经慢人一步，未来伫咧中国市场会面临更较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气象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为24度到29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3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1度。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工作时间，咱再会。